众朋友到早，欢迎收看6月18早起新闻，我是柯家珠。美国甲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伫个14点的协议内底，包括全面停战、伊朗未生产核武、重新开港荷姆兹海峡等等。那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捌讲过，美国要提供美金3000亿的中建金贵是假新闻，现在嘛出现伫个协议内底。美国甲伊朗签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永久停止战争、互相尊重主权、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开放荷姆兹海峡。伊朗也强调永远袂发展核武，也会伫国际原能总署 IAEA 的监督之下，甲浓缩铀套互保。也若美国是一步一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双方必须爱伫个60天内达成最后的协议。美国总统 Trump 进前才骂讲，付3000亿美金予伊朗去中建是假新闻。不过这点也确实出现伫个备忘录当中 ，Trump 伫个 G7 峰会记者会顶头捍卫14点协议的内容，不过嘛无排除也有变数。That was about 99%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 can't develop it, buy it. They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f it doesn't get done in 60 days, that's all right. We go back to bombing. 原底风声讲，美国拒绝甲协议的内容讲予以色列知影。川普6月17证实，以色列已经收到协议内容的副本。也若伊朗国内民众对美国的声誉是真怀疑，保守派媒体更加直接讲，随时传好势，准备开火作战。اینم افکار عمومیمون هم اینطور با موضوع برخورد کرده. ما ذوق زدگی نداریم. ما هیجان نسبت به این موضوع نداریم. آماده جنگ هم هستیم. 根据美伊备忘录的草案内容，美国也会允准伊朗石油出口，也一步一步解冻伊朗的资产。最后的协议也是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来批准。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我来关心国内消息。17早起，大新银行板南分行有一个大约50个嫌犯，拿一支对附近早餐店摕来家刀去抢银行，提走40万的现金。警方接到通报是随狗赶到柜，甲嫌犯压制，加在无人受伤，若犯案的动机，国外等待进一步的厘清。钱拿出来。450人今日去银行对行员大话讲，甲钱拢摕出来，手搁摕家刀，甲所有人拢惊一个，加在。行员反应真紧，随通报警察来抓人。跑你了，快点！无到4分钟，警察就来啊！发现手提钱的450人坐伫椅仔顶面，当场是甲人压掉咧。好，抢夺了这个银行交付给客户的现金，在还没有带离开银行的现场，在整理的过程就被我们当场逮捕。代志发生伫17早起，大新银行板南分行走来15人，也家刀要抢劫，甲银行传要互人客40万块现金抢走。因为这犯案的家刀是对附近卖家的店头内底去共摕来。我不可能借这种东西给别人啦，我就说没有啊，他就进来2步，因为就在这边而已啊，就进来2步，可能拿一拿就走了，我不晓得啊。警方讲，这15人犯案的原因要深受强化，也会调查清楚。也来银行一讲，事发了后，当时就赶紧来进行这个紧急应变作业，也通报给警方，无财物损失，也无人受伤。另外，伫2个月前，位伫台北市的中国信托中浩分行，也河边的歹徒提这个假证，也有假手榴弹抢劫1000万块现金。当时有劫持这个行员，并且甲警方对立15分钟，加在尾后有甲这个歹徒抓起来。新北市警方讲，抓来进行全市银行保安系统核查，确保通信畅通，也加强做好当年银行签署的业务，也有案发了后真紧来查人抓人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食毒赛车见摆拢讲袂听。新北市有一个查某人食毒了后去骑铁马，不过因为伊是骑 U-bike， 所以无法度甲车收走保管。若讲到食毒赛车防保管的车辆，即阵是已经坐价有袂少悬市的拖吊场，强要无几通坑。另外，法务部伫个17决议，要甲依托米脂升做1级毒品，未来不管是买还是做，上当拢会当判死刑。脚踏车不能行人行道啊，而且你还逆向。然后内底坑狗啊，骑U-bike脚踏车的查某人互抓落来。哎呦，不用验的啦。警方要查验，发现电子烟内底测出依托米脂，这36岁查某人喙内快速检查验出毒品阳性反应。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这架毒骑车发生在新北市新庄，不过法规限制共享脚踏车不是动力交通工具，车无法度扣起保管。
另外，这骑车的人向外头，警方查到反倒登录着警用汽车，加警察拢跋倒。16伫台南的小龙事故，相关是驾毒骑车。尽管驾毒所骑的车，警方会在依法保管，也毋过对翠兰快速检查了后，保管良也。因为驾毒洗车案件增加，离家真多，全台真侪关市的拖吊场差不多拢无空位啊。像新北市7号新甲汽车，暂时先放伫个派出所外口的警用车架，挂驾毒洗车靠车。在新北市的海山拖吊场停满将近900台的汽机车，光是独架一致保管就占了超过1/4，而且很多车主不来领回，让车辆布满灰尘，也让拖吊场几乎满载。今年争取扩大树林拖吊场周边的土地，用来扩大场存的空间。在今年的3月份，有函请交通部做修法，缩短拍卖的公告流程，来解决我们场存空间不足的问题。以新北市为例，今年到即阵已经保管超过2900台，就算车顶面拢是涂污，一笔无满3个月拢袂使拍卖也是报废。警方呼吁修法，缩短这个拍卖流程到1个月时间。这是对这驾毒洗车愈来愈侪情形，大部分查到拢是去年才生做二级毒品的依托米脂。17法务部决议改个升级，将依托米脂类共9项毒品，由第2级毒品改列为第1级毒品管制，将警署报警行政院完成相关法制作业，公告施行。看到这依托米脂毒害真严重，无到1年时间，法务部2摆升级，进列做1级毒品来管制。未来贩卖、运输、制造相当会使判死刑。同时，伊的原料依托米脂酸这2项的物质是列做第4级的毒品。记者综合报道。有家长伫咧网络野空讲，旧国小5年的囡仔，那伫学校食电子烟，甚至佫食过倒小报，招其他的同学食，学校所拢无要来做处理。有人就呼吁，应该爱建立统一通报的定数，才当真正对源头来阻止。有民众伫网络社群写文章讲，看到台中市区一间国小有5年的学生伫校内集体食电子烟，甚至互相请来请去。不过校说冷处理，有市员参选人嘛表示讲，这代表电子烟已经入侵台中市的校园内底。台中有家长反映，疑似有学生在学校集体吸电子烟。现在的电子烟让老师及家长不容易察觉。道庆武讲，小热特别教学生囝可能伫校外互相分享电子烟，严重影响健康。呼吁教育单位甲学校爱采取强烈的措施。不过校讲，这几天持续清查，可能讲校有学生咧用电子烟。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毁坏教育就是在校生集体没有，而且我想是我们当时就问的。星期5下午就调查，然后没有问到相关的讯息。学生必须要接受不得少于2小时里的一个戒烟教育之外呢，我们也会去追查电子烟的来源。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持续加强校园的宣导甲教师演习，若是真正有查到，嘛会严格来处理。根据国教署的统计，学生涉嫌炸还是使用电子烟的通报案件，按2023年到2005年的案件，加将近7倍。教育团队表示讲，相关单位加强追查之下，让第一线老师的负担变重。通报是谁？学校。辅导是谁？学校。办理教师研习谁？学校。防治教育谁？还是学校。教育团队认为，伫卫生单位甲校园通报的流程甲表单拢无同，嘛增加教师作业的流程甲负担。建议各单位要整合做一个通报系统。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不管是校安通报或者是对卫生局的一个通报的那个表格那我们这边可以配合，就是把它合并成一个表格郭建树表示讲，除了会建议简化通报的流程，还配合教育部整并校安甲卫生局通报的表单，佫会持续透过学生买电子烟的汇款、领系等资讯来追查来源，还加强各单位按源头调查甲宣导。来防止这个新事件的烟危害到少年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多云高天，敢若金门、澎湖、马祖会较高落雨。过到后，中部以北、东北部的地区，也有其他山区，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咱来看云图。
18、19两天各地拢是好天烧热，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气象署嘛针对中华、花莲、台东发黄色的警告，有可能会热到36度。伫台东地区有机会透灰受风。另外，今仔日台湾北部的海面风力有机会达到6级，雷雨区上大可能会出现9级风。提醒伫海边作业的船只要爱注意。咱台湾的果子啊，甜阁好食，即摆嘛成功销去欧洲。顶礼拜，道民众伫法国巴黎卖场看到有伫咧卖冰冻的爱文酸鸭，虽讲这一碟是被代票的1,100块，不过民众也是欢喜甲捧场。不只个所有诈骗集团趁这个势，偷用这酸鸭销去法国的相片来推销。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徛伫巴黎铁塔头前，姿势一把，民众手头提，正是对屏东帮刷来爱文酸鸭。有议员伫面册答文，表示家己阿姊住法国，顶礼拜伫巴黎卖场发现有咧卖对台湾来爱文酸鸭，一粒新台票1,100左右。虽然无俗，但是看到台湾之光，嘛是赶紧捧场。馆长周春美嘛伫面册答文庆祝，足欢喜屏东农产品成功外销。很幸福啊，因为我们吃一颗芒果可能不用100块、几十块就吃得到，可是到国外去可能一颗要1000多块啊。是啊。对啊。台湾人很幸福吧？对，非常的幸福。卖1000块，因那消费者能接受，应该是袂歹啦。消费者跟生产者，因那让接受，安无意见啦。在法国的3节啊，非常的高兴，然后啊，在我们法国买到了来自台湾屏东故乡的芒果。这个月初，农业部长陈俊贵才落来帮山，和馆长以及合作社，甲6栋的山野、奶子和火龙果做伙装修风柜，希望到欧洲了后会当有好销路。煞无想到诈骗集团骹手足紧，馆长答文过无2天，伫社群网站顶悬就有人偷用这法国卖场的相片。表示酸鸭一收16粒300块，要卖找因。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这拢是假的信息，民众爱注意。有关盗用本县县长周春米行销仿山芒果外销法国，已有诈骗广告一案。本局已协请 Meta 公司协助下架该 Threads 账号，并追查该账号，侦办不法使用者。屏东县刑警大队表示，已经介入调查答文的来源，嘛请Meta公司协助甲相关答文抬掉，避免各有民众互骗去。警方呼吁，若要买水果，一定要找正常的市场通路，也是合法的网络平台，唔通相信来路不明的广告信息。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带大家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首先是中国时报。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卡条例，行政监督局要赶紧完成审查，若无会影响7月要调整的8大社福津贴。那卫福部嘛讲，预算若无过，就会申请原底方案去发，等通过了后才会报回去。自由时报，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17发表声明，强调反对任何用武力威逼的方式来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联合报。陆委会严格禁止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不过台东县长姚庆玲也是透过录影方式去参与。陆委会表示，姚庆玲进前都曝有违规的记录，而且内政部启动刑事调查。陆委会早就讲过，海峡论坛是中国统战的平台，禁止咱台湾的公务人员用任何形式去参加。不过台东县长姚庆玲说是透过录影的方式来参与。陆委会表示，姚庆玲进前有违规的记录，后续会按照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去调查处分。我们在品质管制上做得多么努力，中国大陆相对就是我们凤梨世家最大的买家，那你不应该去克服吗？去哩节目顶头头心事，台中县长姚庆玲前几天以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相关的活动，和陆委会认定有违规嫌疑。不过伊强调，往来食客出口有95%以上拢是销毁中国、香港、澳门，家己是为农民的讲话。中央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时候，其实应该鼓励我们。打压我们不去，其实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卖，还是要品质提升，还是最重要的市场啊！健康有序的这些两岸交流，我们都是持续的给予支持与协助。你比如说双城论坛，还有两湖论坛，我们要禁止的是在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的
统战平台。刘委会认为，海峡论坛顶头的农特产品明显有政治前提，恐惊会互农民落入去中国先互农民低头，这个吸加一滴无剩的陷阱。也那姚庆玲是毋是会因为安尼来罚钱呢？主委邱水正就讲，其实去年1月，姚庆玲去中国和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就已经违规啊。有篡改了，就是有更改的行程。好，见了宋涛又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这个违规一次。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姚庆玲县长他是去卖农产品，不是卖台。地方首长如果还要自救，如果要被罗织罪名哦，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的一个状况，而且把严肃的国安法用来恐吓我们地方首长跟基层农民的政治工具。没有国安法。刘委会中心正就已经严正说明足侪摆，禁止中央和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包括视讯。目前会依照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相关的规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针对姚庆玲敢有违法进行了解甲行政的查处。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甲美国买66架 F-16V， 头一架按算伫9月底进前会到柜。若咱台湾采购的其他新型的武器，有机会伫咧下半年来接收甲装备，提升咱国军的战力。机身有适型的油箱，是固摇副油箱。国军甲美国买的66代 F-16V， 第一台互人看到油箱全盘起飞，不传讲要直接飞来台湾。不过 FB 粉专 IDF 经过后指出，这台战机是要去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做系统验证测评，一个 ALQ-254电检系统装机测试，未直接飞来台湾。F-16V Block 7控是空军4.5代上新的战机。用自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新型任务电脑、数位化组装加强化电检系统，进行高级演前，惊讲影响国军战力精简。国防部副部长徐思谦3月去美国关心，大家也特别注意第一台当时来。那部长已经讲过，9月底以前应该会回来，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按照这个时间来管制。除了 F-16V 有机会伫第3季来台湾，国军买几多项新式的武器装备，下半年要接种的国防期，共美国买的包括火山机动步雷系统、刺针飞弹、MQ-9B 国防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六下汽车飞弹，一个装伫 F-16V 的 MS-11控，真正硬撑。国内家己制造的是由江舰海军号要拼7架到9架高船，这款新战力拢会当提升国军的空防、水下作战加海岸作动的能力。任何新式的武器来，我们都同时做接装的训练，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不会等武器来我们再去做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小区域的这个防空上来看，对于中共来犯的这个什么敌机啊，或者是直升机的降落部队啊、空降部队啊，有很严重的威胁。另外，为了要防止强军犯台，国防部6月底会进行备战操演，分做计划性加非计划性操演，互部队了解战场的环境，预防中共对演习转做战争，对台湾发动攻击。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英吉利海峡罗西亚海军对英国的私人游艇发射警告弹，迄阵罗西亚强调，这是为着防止弄做过才会安尼做。那英国伫调查了后嘛讲，确实受风险，毋是罗西亚伫咧起无空。不过罗西亚伫英国海峡的军事活动，也是引起国防安全的疑虑。进前这个事件是发生伫英吉利海峡怀德岛以南20海里的国际水域，当时一队英国昂阿堡3游艇经过，却是互大约500公尺外的罗西亚海军巡航舰吉利高度危机上将号发射警告弹。The British MOD, Ministry of Defence, has, as you say, been investigating after this UK-registered sailing yacht, apparently called A Bright Future, said a Russian warship fired warning shots near it in the English Channel this morning.
罗西亚军方讲，当时海上波真大，游艇一直驶向军舰，无线电伊佫坐摆联络袂到，为了防止伫海上受浪，罗西亚巡航舰决定对游艇的方向来放晴警示，要才互这只游艇驶向。伫过程中，并无造成这人员甲财物的损伤。不过引发注意的是，这只罗西亚巡航舰距离高度危机上账号，其实已经伫英吉利海峡巡航过个月，而且早就是英国海军巡航舰密西号的监控对象。几工前，英国海军伫英吉利海峡上船，并且扣押一只敢若属于罗西亚暗中组建的舰队，并且已经被制裁油轮。因为这只罗西亚巡航舰距离高度危机上账号，就是伫替这暗中组建的舰队来做护航。The British population, I think, is increasingly aware, not just defence geeks or analysts and experts, let alone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or the UK government. And there is some concern very much about these tankers, these Russian warships, escorting these tankers, which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nths. 英国军方去年起就一直侦测到罗西亚间谍船甚至攻击舰舰伫邻近的海域来行动。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就捌警告，莫斯科最近一直伫利用伊朗战争来分散注意力，增加对欧洲的恶意活动。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国际油价一直起，再加上深圳旧钱扩开。东南亚上大经济体印尼，即阵是头壳毛利小。希望印尼盾已经有咧起，不过专家警告，政府若是无被改革财政，这波外资撤离，可能会互印尼的经济愈害。学生食免费中岛等这项印尼总统普拉比亚的重要竞选政见，如今却变做一粒财政的微波弹。国际油价直直起，印尼民间批评政府现请财政都已经接案啊，佮坚持要压钱，互人沙无的政策，互投资人是惊甲要死。大钱资金也无，主权货币承受压力。印尼财政部紧急召开国家预算记者会，要向市场讲话，重建信心。Perekonomian kita hingga Mei tetap menunjukkan ketahanan yang solid, didukung permintaan domestik yang kuat, inflasi yang terkendali, dan kebijakan fiskal yang responsif. Jadi fiskalnya tidak amburadul, fiskalnya betul-betul terjaga. 官方拼性命护盘，强调国家的政策拢伫伊的掌握内。财政部高赞佫讲，印尼就是要趁钱赶紧冲，若无就失去大国的竞争力。In the last 2 days, actually, we see a big inflows on the government bond, meaning Shell Indonesia become Buy Indonesia. 政府大声话讲，市场已经咧回温，不过基层的民众感受到的却是通货膨胀的平行世界。眼甲大家头小小的单，过去是真侪劳工的省钱第一选择，如今头家是讲要袂动的。Untuk harga tadinya bisa di harga 3.000, sekarang 5.000 semua. Bahan-bahannya kali naik. Penurunan omset iya. Soalnya kan harga naik ya, harga barang-barang naik, terus kita jual kan harganya sama ya, yang kayak kemarin nggak bisa naikin. Kalau dinaikin kan bingung, ya pembeli ya kerasa banget ya. 为着要抵抗通货膨胀，头家娘干会当减量卖起价，变强，阁有一寡利润。财经智库坦白讲，政府甲中央银行虽然大出手要救市场，不过若是制度无变，嘛是补差无补漏，阁较害是免费中岛等政策，阁爆出贪污甲食安的争议。 Dari sisi Bank Indonesia sudah mengelontorkan 10 miliar USD dan menaikkan suku bunga, Bank Kemenkyu sudah mengelontorkan 2 triliun per hari, itu tidak akan mengefek apapun ketika tidak ada perubahan yang dilakukan oleh pemerintah terkait dengan tata kelola fiskal. 新政府大动作要做社会福利，投资人的信心煞袂在，若无法度改善财政，挽回市场的信任，当然啊，上大的经济体这场经济风暴，短时间内恐惊是看袂到未来。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 印度的国家医学考试发生大规模逮捕流出去兼诈骗的情形，当局是决定这届考试无准算，6月2日会个停考。若政府为着预防搁出代志，是归去封锁通讯软体 Telegram， 想要到煞引起全国学生来抗议。叶飘记大声喊口号，印度新德里采抗议的全是少年人。Question paper लीक हो जा रहे हैं मतलब हमारी कंट्री में तो ये सिस्टम का फेलर है。关系230万位考生的前途，因为国家医学系入学的考试发生地目去向大规模漏泄的丑闻，互全国即马拢足着急的。The platform was continuously being misused by scamsters, by fraudsters.
6月2日特别重新考试，为着确保公平，印度政府即马态度大正的，宣布全国暂时封锁通讯软体 Telegram， 一直到2日，甚至要求 Google 也个 Apple Store 爱甲 Telegram 落架。NTA is committed 100% to ensure that no malpractice will happen. 官方的调查发现，诈骗集团进前先伫咧 Telegram 发布假的考前猜题，伫咧考试刷了后，佮用信息编辑的功能，把这个内容改做真正的考题，用安尼方式来制作考题提早去互漏摄的假象，来变学生的钱。Telegram groups में जो activities हो रही है, उसको देखते हुए, I think it's better for short term कि उसको ban कर दिया जाए。不过个 Telegram 的创办人就痛骂新德里当局用这款的禁令根本是治标无治本，甚至让印度1亿5千万的用户无辜受到影响。抢劫的人数嘛，质疑这个政策是危险的，恐惊会扼杀上万位学生利用群组来分享资源、做伙讨论的权益。मतलब सोशल मीडिया ऐप्स को रिस्ट्रिक्ट करने से कुछ नहीं होगा अगर मतलब पहले से थोड़ा ठीक तरीके से पेपर लिए जाते तो I don't think ये सब करने की ज़रूरत पड़ती。大批學生也個示威團體攏行就街仔頭痛罵教育部長失職，甚至是去警方出動水炮車甲趕走。面對這場風波，佫一解讓大家看到印度多年以來考試作弊問題，政府敢真正有法度挽回民眾對教育制度的信任，這就擱要等待時間的檢驗。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還有啥物大代誌？咱做回來看世界。美國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甲去年同期比起來是增加4.2%，連續3個月提升，這嘛是自2023年4月以來上大增加。聯準會已經是第4屆決定，要維持利率無被改變。芬蘭國會議員今仔日125票贊成，61票反對，通過一項修正案，決定要解除核武的禁令。這也代表芬蘭在咧加強甲北約整合的同時，國防政策是出現重大轉變。英國國會特別舉行，各界攏正看好這剛剛並且波蘭會當登去國會，而且直接來挑戰首相的大位。因為現任的首相史凱格是正定都互人批評，佮加上真濟重要的官員攏請辭離開，可能會讓英國在7年來換上第5位的首相。美國拜日4大指數收盤有的起有的落，費城半導體指數是跌超過5%，加上台指期結算，台股17開盤落價來回回，不過收盤時陣有較長來一掛，落尾是起68點，收佇45877點。若今仔日開盤是45972點，即馬已經衝起4萬6。拜日美國股市有起有落，因為科技股落勢。汇盘指数大跌5.7%，拜三台股面对台指期结算，盘面开价无稳，市场拢在观望。关德股台积电拜三同款开价，不过尾盘转好，收进2385块，跌15块，影响大盘。由乌变红，收至45877点，起68点。发言后对于行情的影响性，其实必须要在今天做出判断。今天盘面上，尤其是像法人的交易，它会比较呈现一个观望的状态。虽然最近2礼拜台股的市面有起有落，不过 ETF 却出现抢买赎价的买盘。稍微震荡，反正会让特别是偏向散户的投资人去做一个积极进场布局啊。短线的市场氛围，老实讲还是呈现偏多的一个态势。比较股市热烈滚滚，房地产的买卖有较冷市，有业者讲。中央银行的管制措施已经某种程度的效果，刺激甲成交量拢照落势。虽然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最近有讲，信用管制到这为止，若外出族摕到贷款，嘛会放零条件，各界关心房地产敢会变好。半年可能没有办法有很明显的改善，尤其现在股市这么火热啊，目前已经来到45000点了，居高思维，很多人呢已经出手。卖掉呢，转到购买房屋来了。建商认为，若是中央银行甲房地产的管制放零，房地产就会变好。不过，恢复期爱偌久，目前也无法度估计。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真侪人为着方便，拢会外口买便的食。不过，因为原物料、人力等等的成本增加，有一寡餐饮业者宣布要调整绩效。亲像真侪外国客拢爱去的鼎泰丰，对2日开始部分的餐点平均会起5%。以人参包来讲，一粒就会对28块起到29块。伫包仔收喙的所在后18后，比例则较正准。
这是真有名鼎泰丰的人参鸭包。不过以后想要食这种好料，就要加开钱，因为鼎泰丰宣布自22开始调整部分产品的价效，平均是去5%。不只是鼎泰丰，还有蛮多餐厅那个价格也都是还蛮上涨蛮多的，就是可能5块、10块啊之类的。确实是有比较贵一点，一天3餐加起来快1000块。鼎泰丰讲，因为原物料甲人力的这款营运成本一直增加，为了要维护餐点甲服务品质，自22开始，人参鸭包一粒加1块，虾两炒饭từ300起到32，虾肉红油变质加小菜一份加10块。有名的餐饮品牌要起价，一般的小食单虽然是当先啊介绍，不过惊讲若到时起价，人客拢摆来，所以拢惊掉的。原来的老客人呢都回来继续消费，不要说因为差了一点价钱，然后客人就流失掉了。另外，伫花莲真有名的玉里桥头臭豆腐，也广告因为各种营运成本增加，自19开始要起价，无论是大的也是小的，拢起10块。涨价是一直克制自己，要像黄豆也那么贵，已经涨了差不多4-5成左右。听讲餐饮业者起价，国内物价甲食食费也低冲悬。主计总处进行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今年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无到1%，要有称悬，但是如果搬来，5月是冲破2%的通膨警戒线，到2.2%。食物类的年增率起势是更加侪，4月0.58%，5月直接冲到1.36%。如果你透过这种运费价格的上涨，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了。所以我想物价上涨压力一定还是会在啦。那接下来物价会不会从2.2再继续往上？那我想这个可能性其实是蛮大的。或者讲，事实上通膨，再加上餐饮业者调悬员工的薪水，拢有可能增加餐饮业的营运压力，所以绩效拢会起。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抓到一个非法的中人集团，专门拐泰国人来台湾做工，但人头归了后，就将因的护照扣起来，控制因的行动。犯罪所得要甲400万。移民署讲，目前找到47本泰国护照，不过敢若救到5个人，会继续来找找其他受害者。这段都是护照。啊，毋是讲无护照。哇，你个讲无？桌顶排开的全部拢是泰国护照，和警方掌到的非法中人也搁伫死者。移民署高雄专勤队2月伫苗栗查到一件白色移工的跨国中人集团，专门找泰国人来台湾农场做临时工。尾手佮根据农场车主提供的消息去溯源追查，3月份伫南投台中山区抓到另外一个非法的中人集团，这回救出5名受害的泰国移工。那护照封扣掉咧，封北下状况也比顶一站更加害。住睡，该不会都在这个地方吧？你看衣服，这些全部都在里面。小小的火车车道无通啊门，5名泰国移工加困大拢钱伫咧遮，因为薪水甲护照拢个中人摕去，地头青手机嘅未通，唔敢学白走。有当时连巴肚饺拢敢若会当去溪底掠鱼、山顶挽菜。移民署表示，这个中人集团有22个人，姓陈的查某主嫌是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的越南新妇，透过网络广告向泰国人来台湾做临时工，受害移工若爱先交代票8万块的中人钱，工课做几暝几日，薪水1点钟煞无到100块。因为护照封扣咧，移工嘛走无路。该集团共计非法取走泰籍人士护照47本，初估犯罪所得近新台币400万元。全案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移民署甲受害移工救出来了后，也协助因申请居留许可甲合法的头路。这时因才知影，原来台湾这头路是生做安尼。移民署表示，因为47本护照敢若找到5个人，尾手会阁继续找找其他受害移工。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高雄永安有一间工厂违规起伫咧农业用地，原本是应该爱随拆掉，不过高雄市府却拖7档才处理。监察院16提案纠正，啊那市府是讲，当年拢有依法查办，去年底嘛已经甲断电，后续会阁加强稽查。工厂为铁门轨条的无人出入，监察院16提案纠正高雄市政府，讲这个伫咧应该文兴段的土地是非都市土地，特定农业区农务用地，不过伫105到106年之间违法起工厂，
涂骹埔阿门土的面积有1000多平方公尺。环保团队讲，去违章工厂甲伊排的污水，拢会影响环境。违章工厂，我们不会知道这间工厂里面加工的状态，那也不像一般工厂是需要受到一些消防设备，然后或者是污水处理设备的规管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不恰当的排放，都是会影响到旁边农地作物的一些生长。工厂若是起伫咧农地野瓦郡阿公店区，敢为调查，这间工厂依照高雄市违章建筑执行要点规定，是优先执行查到就要听的新违建。政府106年第一遍裁罚了，就放遐7年无管，一直到113年接到检举，才启动裁罚，并且送刑事侦办，批评政府无作为，帮重大违建无管。政府公路依法查办。本局历年依区域居要法办理查报、裁处及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部分均移送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判处拘役及有期徒刑。本案以限期行为人自行拆除，届期未拆除将依法执行强制拆除。这间工厂是铁工厂，唔那是地政局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因为业者伫咧做的制造加工范围已经超过法定的认定标准。而且有继续违规，经发局也伫去年12月执行停止供电、拆电表，过来会继续加强稽查甲搜证，防止业者用各种方式躲避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高雄的消息，有民众昨日坐尾班车的客运去高雄火车头的时阵已经返点嘛，想要到去车头便所，最后被锁伫咧内底。落尾伊是敲电话报警，才有人救出来。后来伊才知影，原来高雄火车头的广场对返点12点半到4点半的管制无被对外开放。民众来高雄火车头便所，手洗好要走，所看到便所入口的铁门互关落来，规个工去。互关伫便所的陈先是讲，伊16坐尾班车来到高雄火车头已经返点，行去车头便所所互关伫咧内底，话无人来救，只好敲电话报警。等半点外钟，保全才来开门。落尾伊才知影，原来高雄火车头下骹站的广场，半暝12点半了后就会关门管制，到下半暝4点半才会重新对外开放。我只能跟他说那个清洁表上面的位置，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人在哪里。谁知道说去上个厕所就被关起来？因为在新竹的话，新竹它是半开放式，所以它就没有什么铁门设置的。代替表示，高雄火车头因为所在宽，为了安全嘛方便保全管理，对半暝12点半起，都会甲电梯、电扶梯拢禁起来，相关的入口旧锁关起来，禁止民众入去。包括便所门口，也有每一个楼梯的入口拢有做告示，提醒管制时间。未少民众头盖听到火车头会关门管制，拢真意外。虽然认同做法，不过也是建议爱加强宣导。真正会惊咧。毋是啊，你安尼，我单身一个人坐火车，我落来紧去便所。你想，我单身一个女生，拿去用车里来对，你感觉会安怎？应该要加强宣导，不然像我们是外地来的，我们也不晓得。对，这深夜有做管制。针对这个事件，代替发声明回释地讲，这回是因为保全关门，无详细确认是毋是有人，这造成民众互关伫咧便所，落尾会检讨改进。那便所内底拢有设警吉铃，民众拄到状况拢会当市，值班台24点钟拢有人会随做处理。记者郭家珠、邱用高阳昌报道。最近伫网络有一段被求爱广告，是花莲主治病院的皮肤科主任伫咧推销相关的产品。那病院是赶紧出来背回，讲这个影片是 AI 变做的假广告，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互骗去。拍开手机啊，不少民众最近拢会伫社群软体看到一条治疗草用线的广告，其中介绍药品的医师是花莲主治病院皮肤科的主任洪尚仁，不过伊根本无代言，这个画面全是 AI 所伪造。诈骗集团呢，冒用我们慈济医院的医师的图像、影音，在网络上制作大量的假的广告。包括林欣荣院长、郭汉崇副执行长，以及这一次的洪松任医师，都深受其害。花莲县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已经报警，嘛提醒民众，在这个 AI 时代，做者影像真简单，就让变做道理，唔那对医术的专业造成真大的伤害，对民众是安甲药品的保障，更开始严重的威胁。两个状况，一个如果是被假造，当然我们会寻求警方的协助；如果不是假造，我们会对于这个
制作者来给予我们的裁罚。那严重的话呢，可以罚60万到500万。主席并强调，依赖医师绝对袂代言任何商业产品，民众嘛会使上官方网站查询。花莲县卫生局是呼吁民众身体无爽快，就应该去病院看医生，唔通伫网络顶买来路不明的药品。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时段因为有慢性病，就要长期食无同款的药来控制。现在卫福部就甲药厂也阁有慈善团体要来合作，打算对7月开始要招53位药师去社区办讲座，推广正确的用药观念。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真侪时段可能有几若种慢性病，要长期食无同的药来治疗甲控制。所以时段用药的安全嘛，才做一个真重要的议题。有药师也分享伊伫社区的药局常常拄到的问题。一罐感冒药水，足对老大人也是民众一解就啉无完。其实这是唔对的吼，这是爱分做3遍啉。有当时看咧，喂一解就啉，其实安尼药量安尼伤济。社区药局的药师是病医甲诊所以外，上晚近长辈第一线医疗专业的人员。伫卫福部的指导之下，17位药厂甲慈善团体合作，打算自7月份开始，要招53位药师去到台湾各地社区举办讲座，向时代推广正确用药的观念。全省70位的药师还有药局一起来共善。我也看到城乡的这种医疗的资源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也会好好的使用这些资源，去帮助真正偏乡、原乡弱势长者的这些用药以及医疗知识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第一线，因为我自己在以前的经验，诊间说完了画出来，他就记得一半而已，再回到家只剩下1/4。所以各位社区的药局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那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所以各位所说的话，各位给他的这个专业上的这个建议，绝对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甚至比他远远在外面工作的孩子更加有效。这届公益会到，打算要举办67场的讲座，会去社区的关怀据点甲长照中心，毋是干那伫社区，也会去到偏乡，希望实践健康平权，互长辈会当健康食老。记者郭友基、曾春佑台北报道。兰屿甲菲律宾巴丹岛的原住民，传讲伫300年前捌透过水路来交流，为着重现祖先行过的路。兰屿是特别打造一只传统的甲帮船，要过去巴丹岛。这路程是大约200多公里，16尾阿嬷已经顺利到位。啊，那这只甲帮船路尾卖关过巴丹岛的博物馆来收藏。伫咧15，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做的20人座的兰屿达达拉船黄金友谊号，伫咧族人的欢送，为兰屿出发，驶去菲律宾巴丹岛。兰屿的原住民60个人组织一组，依照祖先传落来的古老航道，轮流以人力来过船啊。面对刺激的风影，还有乌流，完全无咧惊。船内是一直咧严重进水，啊，毋过最后过船的人也是克服困难。16下晡就到200公里外的巴丹岛马哈头，在地原住民拢热情迎接。今仔兰屿原住民过船的人嘛展现传统的仪式甲占卜。遵循我们祖先的航道，就很激动。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就表示，兰屿的原住民和菲律宾的巴丹岛原住民的语言有8成拢是相通的。相传300年前，两个所在就透过海上往来交流。这摆是头一摆重视古老航道顺利登岛，希望未来会当促成两地直航永续交流，促成未来兰屿跟巴丹能够永续的直航交流文化语言跟观光产业。完成任务的黄金友谊号兰屿达达拉船，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会甲捐予巴丹岛的博物馆，邀请巴丹岛的原住民每年6月买当过船来兰屿进行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复振台语、传承台语，有音乐人是开办一个台语诗曲的创作营，希望甲台语的创作者斗阵来分享创作的经验、录音的技术，也有咱台语的底子。双脚徛伫这，这是咱的命。忠心予台湾，用心爱台湾。当
党处长集团成立了30年，创作真济台语歌，用音乐来呈现台语的开口、美感甲台湾文化。为着要让少年家加接触台语，集团成员军党除了经营 YouTube 拍深色的台语影片，嘛创办台湾党的台语词曲创作学院。今年学院要办第4届的台语词曲创作营，希望甲有兴趣的创作者分享词曲创作经验、录音技巧，也佮有台语的底子。这个语言吼，伊当地用足紧的速度在消失。咱就咧思考讲，咱除了做音乐之外，就是用母语写歌以外，你一个人创作，一个团创作无够啊！你写台语歌的人，遐甲传出去啊，愈侪人写，就愈有可能互愈侪人听到。军党认为台语用过，因为政治历史的缘故，那一面镜风拍破去。即马咱也有在调讲台语的人，爱慢慢甲扣好招。创作营有邀请台语词曲的王牌武雄老师，教做布袋戏音乐的黄山良，佮有台湾传统的口手唱主唱徐林冰冰。徐林嘛鼓励创作者有系统去学台语，安尼做音乐较免行冤枉路。要有系统性的去学台湾，你会当通过即个冤枉的路，像hip-hop rap。有即个押韵嘛，较早拢无去意识到讲押韵其实有一寡入声的物件。你若无学过罗马字，你就感觉你拢会想讲用宝宝母的来押韵。台语词曲创作营当地招生，拍算招30个学员，自7月15开始上课。学院长军党表示，毋但爱上10节课，有专业指导，原来要求爱做出家己的创作，希望互创作者用心体会台语音乐，嘛通互相交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伫国小也是幼稚园要播囡仔歌，就爱注意版权的限制。即卖台语路亲子集团甲96个囡仔歌的创作者决定免贵授权，希望伫教育现场放台语的囡仔歌，会当来提升囡仔接触台语的机会，培养囡的台语意识。把身体部位甲卫生习惯唱出来，这条歌号做《古水的尻川》，嘛是台语路亲子乐乐团尤进演的作品。为着要增加囡仔接触母语的机会，几内囡仔歌创作者决定开放授权，互教育现场会当安心使用。可能去用中国的也是倒位的音乐，就变做讲，我个人会感觉足唔甘愿的啊，因为咱台湾有足侪好的音乐人，台湾囡仔会当加听台湾的囡仔歌。大件事，看 iPad， 行路咱就一个老 iPad， 真是嘞，哎呀真歹势。同齐加入授权的，个音乐创作人吴静雅，这条大件事的囡仔歌都是伊的作品。伊讲真侪囡仔伫厝里已经无机会讲台语啊，所以希望开放授权互学校，互囡仔接触台语，对台语有兴趣，想要进一步学台语。拢会去唱什么英文歌、韩国歌、中国歌，颠倒袂想讲要去唱台语歌。即马有授权，阮欢迎讲大家会当免费使用。咱即马咧有新的台语歌出来啊我感觉咧这对咱台湾人的这个台语意识，自细汉来培养咧是真有帮助的。因为歌曲拢真注重版权，历史学校的老师会毋敢报送，但是为着台语传承，台语路亲子乐乐团的台语囡仔歌，目前有37条，全面开放免费授权，鼓励学校老师摕去用。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嘛表示，即马连 AI 头人毋认分拢讲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那囡仔自细汉就听台语歌，对培养台语文化的传承甲台语意识有真大的帮助。记者郭金阳、林晓凯台北报道。法国地中海的那虾大生拖，政府是招民众用食的来消灭这个外来种。那澳洲的雪梨因为山区家人的代志才发生，当局是准备要用放令无人机的管制来加强海捕的监控。这只一马动作真紧，这种美洲原生的那虾，即马是法国地中海沿岸渔民甲科学家上大的噩梦，因毋能够生拖，佮歹清清，冲击当地海洋生态。L'arrivée de ce super prédateur va entraîner sans doute des impacts sur les populations de mollusques, de palourdes et de coques, mais aussi sur des poissons qui viennent ici pour frayer et grandir.
这个那虾根本就抓袂了。法国官方甲总铺师决定上报做开料理新战线。既然那虾拉丁学名，就是好食的受水者的意思。法国南部沿海餐厅就大力说那虾料理，要用人类的好喙斗来消灭外来种，甲生态的危机转做民间的商机。Je trouve la chair très intéressante. C'est très charnu, c'est une chair blanche, très épaisse, très agréable en bouche. Non, c'est un produit qu'on travaille souvent. 澳洲用料理专力消灭入侵的那虾，在南半球的澳洲雪梨也有别种掠食者的危机。出名的酷吉海豹10时全面封锁，拢无人，因为前一天一位35岁女性伫离岸敢若30公尺的安全海域，被大型的鲨鱼攻击，当伤送病院。We're of course sharing the ocean with these wild animals, and there is no perfect solution here. But I have asked the department to provide me with some urgent advice on how we can use more of that technology, have more drones in the skies, giving people some comfort and keeping an eye out for sharks and shark activity on our beaches. 官方坦白讲，无可能完全阻挡鲨鱼挖近岸边，不过面对这种常常受在海岸甲雏鹰区活动的大白鲨，当局准备放定无人机管制，加强海豹的监控。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过去奥地利维也纳会食鹿梨补充蛋白质，不过后来渐渐无去。即摆有一个软体工程师，伊是解读饲鹿梨要用过去餐厅，或者传统的鹿梨料理，搁在芳酒岛。甲房仔掀开，顶头拢是鹿梨。原地咧做软体工程师的古古马克，15年前决定转读饲鹿梨，伫咧维也纳郊区开一间有机鹿梨农场，因为伊发现维也纳捌正做是欧洲鹿梨之都。伫咧17、18世纪的时阵，在地真虔诚的天主教徒，伫咧食早的时阵袂当食肉，改做是食鹿梨来补充蛋白质。不过即马古古马克决定把这项传统的饮食捡起来推广。We learn year by year how to make it better. At the moment, we have more than 300,000 snails a year, and we deliver the best restaurants in whole Austria. 古古马克就讲，伊用的鹿梨当年会收成2摆，鹿梨肉摕出来了后，用盐洗、用水煮，再搁装入去罐仔内底，地当甲货提供给奥地利真济餐厅，其中包括一间伫咧维也纳城堡剧场内底高档餐厅。甲法国烘鹿梨做法无共款。这个总铺师会甲鹿梨肉混两节甲芳菇，放入去鼎内底煎，下骹搁铺几啊年的沙拉，搁淋酥酥的酸仔片，就会当完成。It goes extremely well with the cucumber, and a little bit like mushrooms. People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try it.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get forgotten. You know, it's a good tradition and it's a good quality of protein. 原地已经没落的维也纳传统煎鹿梨，即马嘛变作是高档的料理。古古马克嘛讲，希望继续用永续经营的方式，把这项传统美食变甲愈来愈出名。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敢若金门、澎湖、马祖会较到落雨。过冬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嘛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咱做过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是25度到30度，也有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家珠，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